立法院5月初9三读通过开放4日的固定假日，佮加上5月初1的动节嘛放假哦。今仔早起有一场论坛，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，政府应该推动1礼拜休3天，嘛让民众有选择要放什么纪念日的权利。伊嘛呼吁讲，这款放假应该得爱公开、理性来讨论。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。 立法院会5月初9三读通过纪念日和节日实施条例，甲劳动节改做全国放假，固定假日增加未来每周1天，教师节、光复纪念日、行宪纪念日。拜二世代文化协会举办论坛表示讲，放假应该理性讨论，毋是干那用花的，要强调固定假日和纪念日应该爱分开来看，这对整体社会结构来讲有无同的意义。假日啊，它牵涉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总体生产力。 还有我们的总工时的问题，但是节日不一定要放假。好，节日是用来纪念的，是用来文化记忆的一个日子哈。那它跟假日啊其实是2个概念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立法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把它混为一谈。节日跟纪念日的做法，第一个。 它如果是立法的话，那立法这边应该需要缜密的讨论，还有就是去符合我们这个国家，它是一个世俗的、中立的、不偏袒任何民族、多元的一个国家的这一整个大前提。论坛当中也建议当拍破固定假日的思考，把休假日刷到拜5或者是拜1通连休，较方便各产业来调整配套，也主张通互劳工自由选择家己的文化纪念日，不是干那由政府来决定。纪念日，尤其是国定假日。 国定哦，而且你要求全国一起放假，这需要不同的政治上的辩论，而且借以达到社会的互相了解以及共识。世代文化协会也表示，世界有未少已发展国家有实施1礼拜休3天的制度，台湾是已发展国家内面工时长休假少的国家。协会也认为，考虑整体社会经济效率，未来1礼拜休3天会正做趋势，建议政府应当爱往这个方向制定休假的制度，也爱和人民加理性沟通，促成社会共识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